各位老朋友，今天我要同大家分享一個喺佛門入面傳承咗千百年，但絕大多數行善拜佛嘅人都不知不覺踩入去嘅秘密。你有冇諗過，世上最讓人痛心嘅事，唔係你唔努力，而係你明明一心向善，每日燒香拜佛，廣結善緣，但你嘅命運反而越來越坎坷。你嘅生意陷入困境，身邊嘅感情無端端破裂，身體健康每況愈下，甚至連生活入面最微小嘅順遂都離你而去。我知道呢種感覺極度痛苦，甚至會讓你對因果產生懷疑。難道老天真係冇眼？難道佛菩薩真係睇唔到我嘅虔誠同付出？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親友正經歷緊呢種越努力修行，人生越不順嘅煎熬，請你一定要耐心地聽完今日呢部影片，因為環普菩薩即係位喺佛教入面威神赫赫，專門從惡揚善、護持正法嘅大護法神，將會親自顯現神力，為大家揭開5種看似無害，甚至被好多人誤以為係大功德，但實際上係默默偷走你生生世世福報嘅可怕誤區。很多時候，我哋以為嘅積福喺因果嘅天平上，恰恰係最嚴重嘅損福。喺地藏菩薩本願經入面，地藏菩薩曾經非常沉痛地向佛陀請教，經文係咁講嘅：世尊，我觀視閻浮眾生，舉心動念，無非是罪，脫學善利，多退初心，遇惡緣，念念增益。呢段經文嘅意思深遠而殘忍。我哋呢個世界嘅凡夫眾生，每一個起心動念背後其實都夾雜住無明、貪婪同執住。哪怕偶爾做咗少少善事，得到咗一點福報，好快就會退失最初嘅純真善心。而一旦遇到唔好嘅外境或者惡緣，內心嘅怨恨同執住反而會像野草一樣，一念接一念地瘋狂生長。這亦正正是六祖慧能大師喺《六祖壇經》入面所講嘅真相：迷是師道，悟是自度。如果我們嘅內心充滿迷茫同我執我，喺做再多嘅儀式，燒再多嘅高香，都不過係喺空中樓閣上蓋房子。今天環普菩薩要提醒每一個虔誠嘅信徒，真正的福報從來唔係靠外喺嘅求取同表演換嚟嘅。如果你踩中了以下呢5個心態上嘅陷阱，哪怕你天天跑寺廟，天天做義工，你嘅福報都會像一個破咗洞嘅水桶一樣，邊流邊乾，最終化為烏有。喺我們正式揭曉環普菩薩嘅聖才之前，我想邀請屏幕前所有渴望解開命運枷鎖、追求真正智慧嘅朋友，喺評論區打出4個字：福慧雙修。呢唔單止係一句簡單嘅留言，更加係你喺此時此刻為自己嘅白色田中種落嘅一顆覺醒種子。當你打出呢4個字嘅時候，就代表你願意放下過去嘅偏執與迷茫，用真正嘅智慧嚟護持自己同家人嘅命運。故事發生喺江南一座古老而莊嚴嘅寺院入面，寺院深處香煙繚繞，青磚古塔承載咗數百年嘅神宗武故。喺呢座寺廟附近住住一個年輕嘅居士，名叫李明。李明嘅身世相當坎坷，他從小家境奔寒，父母早逝，幾乎係靠住吃百家飯長大嘅。雖然命途多舛，但李明自小就生有一顆極其虔誠嘅佛心。在他最絕望、最無依無靠嘅日子裏，係寺廟入面那尊莊嚴嘅白仙菩薩像，給予咗他內心無盡嘅精神支柱。喺李明嘅認知入面，環普菩薩身穿金甲聖衣，手握降魔寶杵，威風凜凜，能降服世間一切邪祟，護佑善良之人。因此，李明對環普菩薩產生咗一種近乎執著嘅崇拜與依止。雖然李明生活艱苦，靠住經營小本生意艱難度日，但他每日第一件事絕對係前往寺院禮佛。無論狂風下雨、嚴寒酷暑，每日清晨天未亮，寺門剛開，李明嘅身影就會準時出現喺大殿入面。他會恭恭敬敬地走到環普菩薩像前，整理衣冠，肅立合掌，然後極其虔誠地跪下，磕3個響頭。每一次拜下去，他嘅額頭都重重地貼喺冰冷嘅石板上，嘴裏默念住自己嘅祈願，希望菩薩保佑自己生意興隆，家人平安，早日迎娶心愛嘅女子，成家立室。
李明嘅虔誠唔單止體現喺拜佛燒香呢啲外喺儀式上，在寺院僧人同其他信眾嘅眼中，李明簡直就是一個活菩薩大善人。每天拜完佛之後，李明從來唔會拍拍屁股就走，他會主動拿起掃把，把偌大嘅寺院天井掃得乾乾淨淨，連一粒灰塵都不放過。他會跑到後山去砍柴，一擔一擔地挑回寺院嘅齋堂。他會幫忙清理香爐裏嘅香灰，擦拭大殿嘅工作。那些苦活、累活、重活，別人不願意做嘅瑣事，李明搶住去做，而且從來唔要任何報酬。寺廟裏嘅僧人們提起李明，無不串起大拇指，讚嘆李居士真係有大善根啊！咁有誠心，又咁勤力為常住服務，將來嘅福報一定不可思議。街坊鄰里看到李明咁虔誠咁熱心，也都紛紛科獎他，說他將來一定會得到佛菩薩嘅大加持，飛黃騰達，幸福美滿。李明聽咗呢啲讚美，心裏亦感到非常自豪與踏實。他堅信自己付出了咁多汗水同心血，種下了咁多善因，佛菩薩一定會看喺眼裏，自己嘅好日子指日可待。然而命運卻給李明開咗一個無情嘅玩笑。就在最近半年的時間裏，李明嘅生活非但沒有像他預期嘅那樣越變越好，反而上係掉進咗一個無法逃脫嘅惡運漩渦。首先係他唯一維持生計嘅小本生意，無緣無故地陷入咗絕境。原本合作得好地地嘅供應商突然斷貨，欠款嘅客戶集體灑賴逃跑，甚至連一場突如其來嘅大雨都將他儲貨裏積壓嘅貨物全部沖毀，讓他一夜之間傾家蕩產，欠落咗一身債務。更讓他崩塌嘅係，他與交往多年，已經到了談婚論嫁階段嘅未婚妻，突然間無緣無故地提出要跟他分手。任憑李明如何苦苦哀求，如何表明心跡，對方都頭也不回地離開咗他，投向咗別人的懷抱。短短幾個月時間，事業破產，情場失意，債主天天上門圍堵。李明從一個人人稱讚嘅大善人，變成咗一個走投無路、淪為笑柄嘅落魄廢人。每一個深夜，李明獨自躺喺破舊嘅小屋裏，看住屋頂嘅亂木，內心充滿咗極度的困惑、憤怒同絕望。他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到底係為什麼？他喺心裏一次又一次地咆哮：我哋明叔，心自問呢一生從未做過任何傷天害理嘅事。我每日天未亮就去拜佛，我幫寺廟挑水、掃地、劈柴、燒火，我對烏鴉菩薩恭敬有加。為什麼那些偷奸耍滑、作惡多端嘅小人可以揮金如土，享盡榮華富貴，而我咁虔誠、咁努力地修行，最終換嚟嘅卻係傾家蕩產、妻離子散？這股巨大的不甘與怨氣，像毒蛇一樣啃噬住他嘅內心。他開始對因果產生咗動搖，對佛菩薩產生咗怨恨。他覺得係老天對他不公，係佛菩薩辜負咗他嘅一片赤誠。但他不敢把呢啲大逆不道嘅想法講給任何人聽，只能把所有的痛苦與怨氣死死地壓喺心底，整個人變得越來越沉默，越來越陰暗，眼神中再也未有咗往日嘅純真與光明。他依然每日堅持去寺廟禮佛，但此時嘅禮佛已經不再係出於虔誠，而係變成咗一種絕望中嘅魯薄同質問。他想看看這漫天神佛到底打算如何給他一個交代。這天清晨，寺院入面薄霧籠罩，李明像往常一樣走進大殿。他雖然雙手合十，但面色慘白，眼眶深陷，身上散發住一股沉重而壓抑嘅怨氣。他走到還統菩薩上前，重重地跪落去。雖然喺度磕頭，但眼神入面透出嘅唔係恭敬，而係一種深深嘅麻木與絕望。這一切都被站在大殿一角嘅智慧長老看喺眼裏。智慧長老係這座古寺嘅住持，年逾百歲，眉目慈祥，雙眼卻透住看破世事嘅倫理與睿智。
他修行數十年，德高望重，早已看盡咗世間嘅悲歡離合，同信眾嘅起心動念。智慧長老緩緩走到李明身後，輕輕地拍咗拍他嘅肩膀，溫和地開口道：李明，最近看你神色憔悴，心神不寧，是不是生活中遇到了什麼無法化解嘅困擾？李明身體一震，他轉過身，看住長老那雙龐富能洞穿人心嘅眼睛，積壓喺心頭多月嘅委屈同憤怒，頓時像洪水一樣爆發出嚟。他低下頭，聲音帶着幾分沙啞同不甘：長老，我一直以為自己係個虔誠嘅修行人，我每天最早嚟致無禮佛，不敢有一絲一毫嘅懈怠。我幫常住掃地、挑水、劈柴，凡事搶住做，但為什麼我嘅生活反而越來越慘？我嘅生意破產咗，未婚妻甩咗我，現在連飯都快吃唔上啦。長老，我到底做錯咗什麼？為什麼佛菩薩睇唔到我嘅付出？為什麼福報遲遲唔嚟？難道因果真係掂人嘅嗎？說到最後，李明的眼眶通紅，緊握雙拳，盤身微微顫抖。智慧長老靜靜地聽住他嘅控訴，臉上沒有絲毫嘅責備，反而露出咗一絲充滿臉部與肅穆嘅微笑。長老微微搖咗搖頭，聲音如陳鐘般喺平靜嘅大殿入面回蕩。李明啊，你以為你每日天未亮就嚟燒香、磕頭、掃地呢就叫修行嗎？你以為你做咗呢啲外喺嘅儀式，佛菩薩就欠咗你嘅必須要給你好運同福報嗎？李明愣住了，他抬起頭，滿臉不可思議。長老，難道唔係嗎？佛經上唔係講禮佛一拜，罪滅河沙，念佛一聲，福增無量嗎？我做咗咁多善事，難道這唔係功德嗎？因地不真，果招雨曲。智慧長老緩緩引述咗楞嚴經入面嘅名句，隨後沉聲道：學佛修行，關鍵喺於心，而唔係喺於上。佛法講嘅功德係指你內心嘅清淨、慈悲與覺悟，而不是你外喺做咗多少場表演、磕咗多少個頭。長老看住李明，眼神變得無比順利。你每日嚟拜佛，你嘅心係清淨嘅，定係充滿咗交換嘅貪念？你拜落去嘅那一刻，你想嘅係如何化解內心嘅執着，如何利益眾生，定係喺心裏跟佛菩薩做生意，希望用3個響頭換取你生意興隆、娶妻生子？如果持住這種交換嘅心態，你做再多嘅外喺功德，都不過係在培養你嘅貪欲同我執。李明如遭雷擊，整個人呆立喺原地。外表嘅虔誠，如果沒有內心嘅真誠與淨化配合，那只不過係一種機械式嘅偽修行。智慧長老繼續說道：你只注意到自己外喺有多勤力，卻從未發現你嘅內心其實早已被功利心、攀比心同貪念佔據。當外境不如你意嘅時候，你立刻就生起怨恨、生起疑心，這正正暴露咗你過去所有嘅善行根基係多麼嘅脆弱。就在李明心神劇烈震撼、陷入深深迷茫嘅時候，大殿外傳嚟咗一陣穩重而平靜嘅腳步聲。一位身穿破舊袈裟、風塵仆狗嘅老和尚緩緩走進咗大殿。這位老和尚來自遠方嘅高山古嶺，雲遊四方，行腳紅塵。他嘅臉上布滿咗歲月嘅滄桑，但那雙眼睛卻透住一種無法言喻嘅清澈與智慧，仿佛早已超脫咗世間嘅一切煩惱。老和尚看到李明同智慧長老，微微合十致意。他走到李明面前，看住這個滿臉痛苦嘅年輕人，溫和地問道：年輕人，我剛才喺殿外聽到了你嘅困惑，你覺得自己積功累德，福報卻越來越遠，係嗎？李明連忙合十，像係抓住咗最後一根救命稻草一樣，急切地問道：大師，請你指點迷津，我到底該點樣理解修行？難道我過去做嘅一切真係一點福報都沒有嗎？老和尚輕輕一笑，眼中流露出無盡嘅慈悲。年輕人，修行永遠唔係為了向外索取獎勵，真正的福報係你內心淨化之後自然顯現嘅智慧同安寧。
如果你把修行當成一種積累財富、換取世俗利益嘅手段，那無論你多麼努力，你都在背道而馳。老和尚頓咗頓，聲音低沉而有力。世人最容易犯嘅第一個大錯就係迷信儀式，心如木石。他們把燒香拜佛、誦經、做義工當成咗一種應付佛菩薩嘅差事，外表看似無比虔誠，內心嘅貪婪、嗔恨、自盜卻一分都沒有減少。這種機械式偽修行不但不能幫你積福，反而會在無形中消磨你原本嘅福報，因為你用聖潔嘅佛法包裝咗自己私密嘅貪欲。老和尚嘅話像係一把重重狠狠地砸喺李明嘅心口。他回想起自己這幾年嚟嘅點點滴滴，每日清晨去拜佛，心裏想嘅全是保佑我發財，保佑我順遂。喺寺廟掃地挑水，心裏想嘅係別人看到我咁勤力，一定會科我有善根，菩薩一定會記我大功德。他嘅內心從未有一刻真正安靜過，從未真正反思過自己嘅貪婪與執着。他就像一台機器一樣，機械地重複住禮佛嘅動作，心卻像石頭一樣冰冷功利。李明嘅雙腿一軟，幾乎站立唔住。他看住大殿中央呢尊高大莊嚴嘅含菩薩像，心中第一次升起咗一種前所未有嘅敬畏與恐懼。難道自己這幾年嚟自以為神奇嘅修行，喺佛菩薩眼中竟然只是一場滑稽而可悲嘅表演？月光漸漸灑進大殿，照喺橫幅菩薩那金色的鎧甲上，散發出冷冽而神聖嘅光芒。大殿入面一片死寂，只有香煙喺空中無聲地盤旋。李明緩緩跪喺橫幅菩薩像前，眼中流下了悔恨嘅淚水。他在心裏極度虔誠地祈求：菩薩在上，弟子知錯咗，弟子迷失喺形式入面，求菩薩顯聖，指點弟子一條真正嘅覺悟之路吧。就在他叩首落去嘅那一瞬間，大殿入面嘅空氣突然間發生咗奇妙嘅變化。李明嘅額頭貼喺冰冷嘅石板上，整座大殿安靜得連一根針掉落嚟都聽得到。突然間，大殿入面原本微弱嘅村光開始劇烈跳動，原本盤旋嘅香煙竟喺半空中凝固成一朵朵祥雲嘅形狀。一股難以言喻嘅檀香味撲鼻而來，溫暖而莊嚴嘅氣場瞬間籠罩咗整座古堂。李明驚恐，又虔誠地抬起頭，只見工作上方嘅那一套菩薩像周身竟泛起一層淡金色的神聖光芒。然後菩薩那原本肅穆嘅面容仿佛活咗過嚟一樣，眼神中透出看穿古今嘅大智慧與威嚴。一個低沉宏亮、遠如晨鐘暮鼓般直擊靈魂嘅聲音喺李明嘅腦海深處轟然響起：善男子李明。李明渾身劇震，連忙伏地叩首，聲音顫抖：菩薩在上，弟子李明甘願聆聽菩薩教誨。金光之中，環旁菩薩嘅聲音如同洪鐘大雷，震徹人心。你心存困惑，以為自己受盡委屈，被天所屈，殊不知你今日所遭逢之困境，皆係你過去假修行真選福之已熟果。除了第一種迷信儀式、心如木石嘅假修行之外，世人最易踏入嘅第二種選福行為，便係表面行善，心懷計較與嗔恨。菩薩嘅聲音直指本心，揭開咗李明一直不敢面對嘅陰暗面。你回想一下，過去你每次為寺院挑水掃地，每逢節日拿錢布施之時，你內心是否真嘅純潔無瑕？當你看到旁人布施俾你少，卻得到更多嘅科獎時，你內心可曾生起過嫉妒？當你幫咗街坊鄰里，對方冇第一時間感恩戴德時，你內心可曾抱怨過對方不知好歹？當你生意遇到波折，你係否立刻喺佛前抱怨老天不公，怨天尤人？李明聽到呢度，冷汗瞬間浸透咗整件後背。菩薩講得點都冇錯。他每次做完善事，表面上笑臉迎人，謙虛客氣，但心底裏卻無時無刻唔係拉扯計較。我今日挑咗10桶水，個張居士先挑咗2桶，大家竟然都窩獎他，憑什麼？我借咗錢俾個朋友渡過難關，他竟然冇請我食頓好嘅，真係白眼狼。我每日行善，老天爺就應該保佑我發大財。
為什麼個隔壁做小生意嘅奸商賺得比我多？天理何繫？這就係義善。萬緣菩薩嘅聲音帶住不可動搖嘅威嚴。地藏經有云：舉心動念，無非是罪，無非是業。你身喺行善，心卻喺做惡。你每一次計較，每一次嗔恨，每一次抱怨，都喺你嘅白色田中種落一顆極毒嘅種子。你表面上積燙咗微薄嘅愛喺功德，但你內心生起嘅嗔恨心與功利心，卻像一把熊熊大火，將你辛苦積藏嘅福報火燒功德林。你嘅福報早喺你一次次嘅計較與怨天尤人入面流得一乾二淨。李明伏喺地上，泣不成聲。弟子知錯，弟子表面裝作大善人，心裏卻全是算計同怨氣。弟子該死，尚未結束。華嚴菩薩嘅神音繼續響起，揭示出第三種更具希點性，連無數修行人都深陷其中嘅損福誤區。世人損耗福報嘅第三種行為，便係過度自我熾生，陷入情緒勒索式嘅偽大愛。李明抬起頭，滿臉茫然。菩薩過度自我熾生，難道奉獻自己、犧牲自己，唔係佛教講嘅大慈悲、大布施嗎？如此一撲克，大菩薩冷哼一聲，震得大殿亂木微微顫動。佛法講嘅慈悲係基於智慧與平等的圓滿，絕非無底線嘅自我虐待與盲目奉獻。你回想一下，你過去係如何對待你嘅生活與家人嘅？菩薩嘅神力讓李明嘅腦海中浮現出過去嘅畫面。為了喺人前表現出自己係個虔誠嘅大善人，李明常常不顧自己嘅身體狀況，強忍住高燒同劇痛，跑去寺廟乾重活，結果搞到咗身體。為了求寺院捐錢，他強行扣下家裏正常開支，甚至對身體抱恙嘅未婚妻缺乏最基本的關心與照顧。當未婚妻勸他量力而行，先過好自己嘅日子時，李明反而站在道德高地上指責對方。我喺度積功德，你呢個婦道人家懂什麼？你唔支持我，就係沒有善根。他用這種自我感動式嘅熾生，搞得自己身心俱疲，怨氣沖天，同時也給身邊最親密嘅人帶嚟咗巨大嘅精神壓力同傷害。你以為你喺度自我熾生，係大公無私？阿網菩薩嘅聲音如利劍般刺破謊言。你嘅過度熾生，本質上係一種變相嘅我執與情緒勒索。你企圖用自己嘅苦難與痛苦嚟換取菩薩嘅同情，換取世人嘅讚美，換取身邊人嘅順從。你連自己嘅身心都無法善待，連身邊最親嘅未婚妻都無法用智慧去愛護，你又談何慈悲？你這種熾生帶嚟嘅唔係清淨與解脫，而係沉重嘅怨念與因果枷鎖。最終你逼走咗未婚妻，累垮咗身體，真係難道唔係你自討苦吃嘅果報嗎？借字珠璣，直擊要害。李明徹底癱軟喺地上，眼淚混雜住汗水滴喺石板上。他終於明白自己一直以來引以為傲嘅無私奉獻，背後竟然隱藏住咁深嘅自私、傲慢與道德綁架。他以為自己係個苦行僧，實際上他只係一個用聖人標準虐待自己、傷害他人的病態迷惘者。大殿入面嘅金光如法璀璨。觀照菩薩嘅威嚴聲音再次響起。李明，你可知你為何越修越苦？因為你嘅修行從一開始就建立喺偽善、計較與盲目嘅自我虐待之上。若不將這等錯誤心態徹底連根拔起，你生生世世都將喺苦海中翻滾。李明跪喺冰冷嘅石板上面，渾身被冷汗浸透。觀看菩薩嘅字字句句，如同九天霹靂，將他過去幾年來積累嘅偽善與虛榮砸得粉碎。然而，觀看菩薩嘅開示並未就此停止。大殿入面嘅金光如發肅穆，菩薩那手握降魔寶錘嘅威嚴法相，龐虎直指李明靈魂最深處嘅黑暗角落。善男子李明，愛莫菩薩嘅聲音如雷貫耳，響徹大殿。世人損耗福報嘅第四種行為，便係外求功德，逃避自我反省。菩薩嘅神音帶住看透一切嘅智慧，繼續點化。你回想一下，
當你生活遇到挫折，生意陷入絕境嘅時候，你第一時間做嘅係什麼？你係喺大殿前向外求告，怨天尤人，怪老天唔公，怪客戶耍賴，怪未婚妻無情，怪旁人不知感恩。你將所有嘅失敗與不幸通通歸咎於外喺嘅環境與他人，卻從未有過一刻真真正正靜落嚟檢討自己嘅內心與言行。李明身體一震，低下頭不敢發一言。你自以為每天喺寺廟拜佛做義工，就係喺度修行。舊菩薩嘅聲音充滿咗深刻嘅警示，但真正嘅修行係向內觀照，係反省自己嘅貪、嗔、癡、慢、疑。你經營生意破產，係因為你缺乏商業智慧，盲目衝動，兼且帶住急功近利嘅貪念。你未婚妻離開你，係因為你長期冷落對方，用道德綁架對方，缺乏真正嘅體貼與溝通。這一切嘅因果根源通通喺你自己身上，但你卻用我係個虔年拜佛嘅善人呢個藉口，充當自己逃避反省嘅避風港。你將拜佛當成逃避現實責任嘅盾牌，這唔係修行，這係極度嘅愚癡與自欺欺人。李明聽到呢度，心口像被重槍擊中，痛得幾乎無法呼吸。菩薩講得太對咗，每當生意出問題，他從不反思自己管理不善，反而覺得係冤親債主作祟。每當感情出裂痕，他從不檢討自己脾氣暴躁，反而覺得係對方缺乏善根。他一直用修行人嘅身份來包裝自己，掩飾自己喺現實生活入面嘅無能與逃避。而第五種行為，亦係最致命、最難察覺嘅腹部殺聲。菩薩嘅聲音變得無比深沉，帶住降服一切魔障嘅威嚴。那便係心存傲慢，產生道德優越感。傲慢，李明抬起頭，眼中滿係茫然與震驚。冇錯，沒錯。菩薩厲聲道：許多修行人喺剛開始行善拜佛嘅時候，確實有一顆赤子之心，但做咗少少善事，跑咗幾年寺廟之後，內心嘅傲慢魔就會悄然生起。你看看你自己，當你看到那些唔去寺廟、唔燒香拜佛嘅普通人時，你內心係否偷偷生起過一種高高喺上嘅優越感？你係否喺心裏覺得自己比他們高尚，比他們有善根，比他們更接近佛法？李明倒吸一口涼氣，整個人徹底癱軟喺地上。菩薩嘅這一針直接刺破咗他內心最隱秘嘅陰暗面。他回想起過去，每當看到街坊鄰里喺度娛樂休閒，他總會喺心裏冷笑：哼，一班唔懂修行嘅俗人，將來肯定要落惡道。每當看到同業爭利，他總會洋洋得意地想：我係拜望菩薩嘅，你們呢啲不信佛嘅人，早晚會有報應。他表面上堅卑地叩頭，內心卻早就高高喺上，將自己放在咗聖人嘅位置，去俯視、去批判身邊嘅每一個普通人。金剛經有云：若菩薩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守者相，即非菩薩。茅可菩薩嘅神音如同金剛怒目，徹底震碎咗李明嘅偽裝。你帶住這種道德優越感去拜佛，以為自己高人一等，這正正係最強烈嘅我執與傲慢。傲慢係七萬之一，能燒盡一切善根。你自以為喺度積福，實際上你每一次生起傲慢心，瞧不起世俗人嘅時候，你嘅福報就在以成倍嘅速度消磨。你越修越傲慢，越傲慢就越偏執，最終落得個眾叛親離、一塌糊塗嘅下場。這難道唔係理所當然嘅嗎？阿龍，這番話如同一道驚天狂雷喺李明嘅腦海中炸開，他終於徹底看清咗自己。他以為自己係個虔誠無私、偉大嘅修行者，但喺佛菩薩嘅智慧聖才之下，他不過係一個迷信儀式、表面偽善、過度自我綁架、逃避自我反省，且內心充滿傲慢與優越感嘅可憐蟲。他過去所做嘅一切功德，通通建立喺這五個可怕嘅心態漏洞之上。他嘅福報唔係被老天奪走嘅，而係被他自己這五種陰暗嘅心態，一點一滴、邊邊角角地耗費淨盡。大殿入面嘅金光漸漸收斂、牛步，菩薩嘅莊嚴法相恢復咗往日嘅平靜。
但那股警醒世人嘅神音依然喺大殿聯柱之間回盪。黎明，今日本座破除你嘅迷執，非為重罰於你，而係要讓你明白何為真正嘅清淨心。若能將這5種心態徹底放下，向內求法，你嘅命運方有重光之日。李明伏喺地上，早已哭得撕心裂肺。這一次，他嘅眼淚入面沒有咗怨恨，沒有咗痛苦，沒有咗自屈，只有無盡嘅悔恨與切骨嘅覺醒。他重重地喺石板上敲響了3個響頭，叩謝大閻帕之恩。當大殿入面嘅金色神光慢慢隱去，古牝再次恢復咗原本嘅寧靜。李明依然跪喺石板上面，雖然雙膝早已麻木，但係他嘅內心卻經歷咗一次翻天覆地嘅洗禮。過去幾年累積喺心頭嘅迷茫、怨恨同委屈，喺這一刻通通煙消雲散，取而代之嘅係一種前所未有嘅清涼與透亮。智慧長老同那位遠方嚟嘅老和尚緩緩走到李明身旁，老和尚慈祥地伸出手，將李明從地上扶咗起身。年輕人，康菩薩嘅金剛怒目係為咗震碎你嘅我執，而菩薩嘅大慈大悲係要引導你走上真正嘅覺悟之路。老和尚溫和地看着他，現在你已經知道自己錯喺邊度，但係你知道喺日常生活中到底應該點樣做，先至可以避開呢5個損福嘅深坑，真正做到轉運止損嗎？李明恭敬地合十，低頭請教，弟子愚癡，求大師指點。喺日常生活中，我哋呢啲普通人到底要點樣做，先可以把佛法落實喺紅塵入面？老和尚微微一笑，為李明也為寬幕前所有渴望改變命運嘅朋友拆解咗一套現代人止損補福嘅3步心法。第一步，從搞儀式轉變為練心態，破除形式與偽善。很多現代人學佛或者行善，總係陷喺外喺嘅比較入面。今天燒咗幾多柱香，捐咗幾多錢，做咗幾多個忠義工。真正的止損心法係將外求轉為內觀，做事不求回報。當你幫助別人或者去自募做義工嘅時候，喺心底裏默念一句：我做呢件事純粹係為咗修養自己嘅慈悲心，唔需要任何世俗嘅讚美，亦唔需要佛菩薩嘅私下偏愛。切斷交易心態，唔好再用我做了善事，所以老天必須保佑我發財嘅邏輯，跟宇宙做生意。真正的福報係你喺行善嗰一刻內心獲得嘅平靜與快樂，呢個本身就已經係最好的果報。第二步，建立智慧的邊界，拒絕情緒勒索，破除過度自我癡生。佛法講嘅布施，前提係隨緣歡喜，量力而行。很多善良嘅人最容易犯嘅錯就係過度犧牲自己，甚至用我為你付出咗咁多去勒索家人同朋友。先安頓好自己，連自己嘅生活都搞得一塌糊塗，連自己嘅身體都唔愛惜嘅人，他嘅奉獻往往帶着沉重嘅負能量。先照顧好自己嘅身心，照顧好身邊最親嘅家人，呢個係你身為人最大的修行。學會拒絕，守住邊界。當面對不合理嘅要求或者超越自己能力範圍嘅索取時，要勇敢地講不，唔好用割肉餵戚式嘅愚蠢去循用別人的貪婪。真正的慈悲一定要帶住智慧，沒有邊界嘅善良只係一種懦弱同自虐。第三步，用隨喜心替代傲慢心，常思己過，破除自負與逃避。修行越深嘅人，心態應該越低矮，像成熟嘅稻穗一樣向大地低頭，戒掉道德優越感。當你看到不學佛、不上香嘅普通人，或者遇到生活習慣跟自己不同嘅人，唔好喺心理高高喺上地審判別人。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因緣同節奏，試住去理解同尊重，甚至隨喜他們生活中嘅每一點快樂。於是先問自己，每次生活中遇到挫折、衝突或者不如意，切記唔好第一時間怪罪環境或者他人。先問自己3個問題：一，我喺呢件事上面有沒有夾雜急功近利嘅貪念？二，我喺溝通入面，你有沒有生起過傲慢同偏執？
三，如果係我錯咗，我應該點樣承擔同改進？當你能夠將眼光從怪罪外界收回到反省自己，你就不再係命運嘅受害者，而係自己命運嘅主人。聽完老和尚嘅落地心法，李明只覺得心中嘅陰霾被一掃而空。他終於明白，過去嘅自己一直喺做表面功夫，表面上係個虔誠嘅居士，實際上內心漏洞百出。而現在他掌握咗真正嘅修行鑰匙，唔係喺大殿入面磕幾多個頭，而係喺紅塵柴米油鹽入面修一顆清淨平等智慧嘅心。自從喺大殿經歷咗萬普薩嘅神聖點化，李明嘅整個人生發生咗脫胎換骨般嘅巨變。他不再像以前一樣，每日天未亮就衝去寺廟搶住燒第一炷香，也不再逢人就炫耀自己做咗幾多功德，挑咗幾多桶水。他回到了自己簡陋嘅小屋裏，第一件事係靜落嚟，認認真真地清理咗堆積已久嘅雜物，自己洗咗個虔正嘅熱水澡，徹底整理咗自己頹廢已久嘅生活。他開始用腳踏實地嘅態度去面對生活中嘅一雞毛。對於破產嘅生意，他不再抱怨客戶耍賴、市場不公。他主動找到每一個齋主，誠懇地向大家道歉，並且遞上自己詳細嘅還款計劃。他放下咗過去富商與善人嘅身段，去城裏嘅碼頭做搬運工，去菜市場幫人拉貨。雖然幹嘅係最苦最累嘅體力活，但每一次接過辛苦賺嚟嘅血汗錢，他嘅心裏都感到前所未有嘅踏實與坦然。對於離開嘅未婚妻，李明沒有再去死纏爛打，亦沒有喺心裏生起半點怨恨。他專程寫咗一封信給對方，喺信裏真誠地檢討咗自己過去嘅冷漠、自私，以及用道德高地壓迫對方嘅錯誤，並給予對方最純粹嘅祝福。當他放下咗執著與控制欲，他第一次體會到了什麼係真正嘅慈悲與解脫。奇蹟往往就在你徹底放下我執嘅那一刻悄然降臨。齋主們看到李明不再逃避，反而踏踏實身乾活還柴，都被他嘅真誠同負責所打動，不僅沒有逼他，反而主動幫他介紹生意。街坊鄰里看到李明變得輕鬆和悦、隨和，不再高高喺上講大道理，也紛紛願意跟他交朋友，主動伸出援助之手。短短2年時間，李明依靠住腳踏實地嘅努力同真誠嘅態度，不僅還清咗所有債務，還重新開起咗一家小茶館。這一次經營茶館，他不再帶着急功近利嘅貪念，而是用一顆隨緣利他嘅心去招待每一位客人。茶館生意蒸蒸日上，他也遇到咗一位志同道合、互相理解嘅人生伴侶，組建咗一個溫馨幸福嘅家庭。每逢週末，李明依然會去寺廟禮佛，但他不再係去求財、求名、求好運。他來到亡菩薩像前，只是恭敬地合掌，隨喜讚嘆。他明白萬遍剎手上拿住嘅仙魔寶柱，降伏嘅從來唔係外喺嘅妖魔鬼怪，而係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嘅貪婪、傲慢、偽善與執着。李明嘅故事到呢度就講完咗。但環婆菩薩留給我們每一個現代人嘅智慧，卻值得我們用一生去品味同實踐。在如今這個浮躁急功近利嘅時代，無數人跟曾經嘅李明一樣，把行善拜佛當成咗一種成功學嘅捷徑，把修行變成了跟宇宙做生意嘅手段。我們穿梭喺各個道場，求遍咗漫天神佛，卻唯獨忘記咗照顧自己嘅內心。請記住，佛法唔係偽善嘅包裝紙，亦唔係逃避現實嘅避風港。真正的福報從來唔係拜出來嘅，亦唔係求出來嘅，而係靠你在日常生活中用一顆清淨平等、虔悲真誠嘅心，一步一個腳印修出來嘅。當你能夠避開迷信儀式、表面偽善、過度自我此生、逃避自我反省、心存傲慢自負，這5個可怕嘅心態漏洞，你嘅福報就不再會邊積邊流。你嘅善良才會帶上智慧嘅光芒，你嘅命運才會真正迎來轉機。
如果今日呢部影片給正處喺迷茫、困境或者追求覺悟嘅你帶來咗一絲啟發，請你動動手指點讚分享，給身邊關心嘅親友。也好，你嘅一次分享就能點醒一個沉睡嘅靈魂，挽救一個陷入絕境嘅家庭。最後，願大家都能告別偽善，回歸本心，福慧雙修，諸事順遂。我們下一則影片再見。